后来，这个火车败马造成严重的事故，不少政治人物陆续来捐款，包括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，拢来捐出着1个月薪水。立法院长游锡堃甲立法院总共捐出着100万。所有政治人物的捐款，目前是超过600万。而这届的事故有一个罹难者，是台北市政府驶公务车的驾驶的查某囝。市长郭文摕去甲慰问，讲会全力来帮忙家属。海陆过河事故，真侪游客家庭吹气，都一个是北市府公务车驾驶的查某囝。他其实是大学生，那因为春节嘛，春假期间，那就跟着堂姐，那他们就是相约到花莲去玩。想要到要去花莲佚佗，就发生意外。大体缝合之后，还能够见亲人一面，我想这是家属目前最大的这个愿望。会问一下那个司机的家属吗？台北市长郭文摕嘛亲身去慰问，希望通甲因斗相共。若真侪政府官员和政治头人嘛小说来帮助大家。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、监察院长陈菊、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拢捐1个月薪水。台中市长罗秀燕、彰化县长王惠美、桃园市长郑文灿、高雄市长陈其迈、新竹市长林志坚。屏东县长潘明安，把拢捐1个月薪水，即马政治人物捐的钱已经超过600万。